好，我係李思琪，我係胡依琪，我哋係廣東電視台珠江頻道比基尼大賽嘅選手，好開心今晚由我哋為大家報道歐錦賽比賽場地嘅天氣情況。仲有1個鐘頭，2012年嘅歐錦賽就要正式打響啦！揭幕戰係由東道主波蘭坐鎮華沙國家體育場迎戰04年歐錦賽冠軍希臘隊。等我哋一齊嚟睇下當地嘅天氣情況啦！哇，今日華沙有雨喎，不過氣溫都會保持喺20度左右嘅。相信兩支球隊唔會因為天氣情況而影響到太多，一定會為大家奉獻一場精彩嘅對決。下面就由我嘅 Tana 為大家介紹第2場歐錦賽比賽嘅天氣情況。好啦，多謝思琪。今晚直播嘅第2場比賽將會喺波茲南市競球場舉行㗎，係由俄羅斯對陣捷克㗎。等我哋嚟睇下當地嘅天氣情況先。今日波茲南市呢就有雨噃，氣溫呢仲會喺太陽落山之後呢降到18度左右㗎。咁希望喺開波嘅時候啦，雨水就可以暫時停一停，等兩支球隊可以充分咁發揮出佢哋嘅水平。好啦，今日嘅賽場天氣就報道到呢度，我係胡依琪，我係李思琪，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支持。下面嘅時間就交翻俾我哋嘅演播室。